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同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星期三早上去到大嶼山芝麻灣視察魚排，漁戶即食湯魚，發現魚腸內有膠粒。不過林鄭月娥強調，經過漁護署同其他專家證實，墮海嘅膠粒唔會影響食物安全，經化驗嘅活魚樣本亦冇發現問題。林太又指出，啲魚吞咗膠粒之後可能會冇胃口進食，從而影響魚嘅產量。如果證實養魚戶嘅魚排因為受到膠粒事件直接影響魚產量，政府會按一貫做法作體恤協助。體恤嘅安排咧，最終嘅目的就係話，當發嗰啲魚排，好似今次事故裏邊啦，佢係直接嘅嚇，係直接受到呢啲膠粒嘅散佈影響咗佢嘅出產，我就會作出呢個體恤嘅安排。咁你都估得到啦，體恤安排一定係恢復翻佢嗰個可以生產嗰個能力。咁喺呢一方面，如果要動用到需要嘅資源呢，我哋就會係認真咁考慮咯。佢又表示，律政司同海事處正搜集證據，了解事件過程，政府一定會追究到底，保留我哋追究嘅權利。超過10名香港漁民團體聯會成員去到漁護署總部外請願，要求政府盡快清理膠粒同要求賠償。養魚戶表示，膠粒墮海事件令漁戶損失慘重，估計每日損失營業額大約3萬蚊。我哋有反映過，我哋係有3方面嘅損失。一個而家我哋揾人去做清理啦，另一方面就話啲魚而家賣唔出，同埋個魚價急劇咁樣下降，同埋將來可能嗰啲魚食咗啲膠粒嘅時候，可能未必發育得咁理想啊！佢又指漁護署答應會發放恩恤金，等讓漁戶作短期應急之用。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